舞動2025社區關愛巡迴綜藝表演第8場即將開始啦！各位觀眾，如果有響鬧或者閃燈嘅，唔該你哋關一關佢啊！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㗎！我係你哋今日嘅司儀阿玲玲。為咗感謝大家喺百忙中抽空嚟到。而家我哋有請本中心嘅主席何秀蘭老師為我哋致送感謝狀。何秀蘭老師有請，亦都有請麥蔡月英女士有請，幾幅相先啊！俾啲掌聲啦！好，我對麥蔡月英老師請留步，何秀蘭老師請。我哋有請生命舞動藝術服務團 Doris。關心你身心臟病友互助組織，中國舞旗青團，生命舞動計劃義工組柴灣區，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祈年中心，張寶平老師。換咗咪？換咗電視，換咗電視。好，幾好相先啊！慢慢。好，OK，好望鏡頭。掌聲，俾啲掌聲。好，多謝咁多位。多謝麥蔡月英女士請回座。唔該，慢慢啊。一場好嘅演出當然就唔少得咁多義工嚟幫手啦。好，有請本中心副主席李秀娟老師為我哋致送紀念品同各位義工。排名不分先後啊！劉穎 Carrie、梁佩雲 Lucy、陳月儀 Paula、李嘉善 Angus、袁詠彤 Crystal、陸怡西 Lulu、陳明基、白美儀、得㗎啦。當然就唔能夠缺少我哋同我哋留下攝影嘅攝影師義工，有請大埔攝影會何偉彤、人靈製作室。冇到，唔使噏嗰個，應該分開嘅。同埋記錄我哋美好時光嘅錄影義工 Doris。證書邊度啊？跑陣勢，望鏡頭。通常你上先啦。
好，多謝晒，多謝晒你手俾個師小會咗。多謝多謝。我哋都唔知喎，你咗講。唔係一分開嘅，佢噏錯咗嘅，因為你